歡迎返到嚟深呼吸冥想。今晚可能你個心仲係好重，你可能仲係諗緊某個人或者某段關係、某一件事，佢哋為你帶嚟好多回憶，同時亦帶嚟好多痛。有啲時候，痛楚唔係突然間出現，而係慢慢咁樣累積。等你一放鬆，所有嘅痛楚念頭就會出返嚟。但係呢一刻，你唔使逼自己去忘記，你需要畀自己一個安全嘅空間，慢慢去感受，慢慢去整理。我哋依家先將身體調整到一個最舒服嘅姿勢，你可以坐喺度或者瞓喺度，輕輕合埋雙眼，手自然放喺你嘅膝頭或者肚上面，深深咁樣吸氣，慢慢呼氣，再嚟一次吸氣，為身體帶嚟一啲安穩。呼氣，等身體逐漸放鬆。每一次呼吸，將注意力放喺你嘅胸口同埋肚嗰度，感受佢哋嘅起伏。留意一下你心入面出現嘅感覺，可能係沉重、失落、憤怒、空虛，或者好似喺胸口被一塊石頭壓住咁樣。但你唔需要推走佢，唔需要解釋佢，只係用溫柔同埋好奇嘅心去觀察佢。你可以同自己講一聲：我聽到你，我知道內心有咁樣嘅感覺。當有呢啲念頭跑出嚟嘅時候，唔需要責怪自己，你要從一個旁觀者嘅角度睇佢，好似隔住一層透明玻璃，睇住事情嘅發生。你亦可以想像將嗰啲唔開心嘅回憶放入一個玻璃樽入面，唔需要理佢哋嘅存在，等自己先休息一下。我
我哋將注意力帶返去身體，先感受腳掌，感覺到腳掌受到地面或者床嘅支撐。可能你今日行咗好耐，隻腳一路都好攰，好繃緊。而家畀個機會放鬆一下你嘅腳掌，就好似除低咗對鞋同埋襪咁樣，感受釋放。再將注意力移到你嘅小腿同埋膝頭，佢哋都承受咗好多嘅日常壓力。想像一下，將佢嘅重量輕輕放喺地下。我哋唔係忘記，而係暫時放低，唔去理會。再去到我哋嘅心口，留意自己呢一刻嘅心跳同埋呼吸。可能你會感覺到有啲傷痛喺胸口嗰度發熱，或者隱隱作痛。輕輕咁樣同呢啲傷痛講：我知道你喺度，唔好怕。雖然只係短短嘅一句話，已經好有力，會為我哋帶嚟能量。最後去到你嘅膊頭同埋頸，好似將你嘅背囊放落地下，等你個肩膀可以下沉，完全放鬆。再放鬆自己嘅嘴、面頰、眼睛、眉心、額頭、同自己講一句：你做得好好，可以畀自己休息。想像你係一個園丁，而你嘅內心就係你嘅花園。你嘅心入面有一個地方，最近經常受到風雨，土壤鬆散。你冇必要即刻填平泥土，而係要慢慢去修整，再細心咁樣掹走上面嘅雜草，鋪平泥土嘅表面，再淋一啲水，再放一塊布保護住你啱啱種落去嘅幼苗。
痛苦其實就係啱啱嗰場風雨留低嘅痕跡。你要做嘅事係療癒你自己嘅內心，而唔係抹走記憶。你需要為自己修補你自己嘅內心，就好似修補花園嘅泥土一樣，為未來種下一塊更健康嘅土壤。而每一次你攞起個鏟，淋少少水，掹每一條雜草嘅動作，已經代表你一點一滴喺度重建緊你嘅內心。你嘅步伐唔需要好快，唔需要要求自己喺指定時間內完成。你只係需要循序漸進，用一個最舒服嘅速度去完成就可以。而家繼續整理你內心入面嘅花園。我值得被溫柔對待。我有能力慢慢復原。我唔係我嘅錯誤，我只係學習者。我可以好好照顧自己。而家就想像你嘅手上有一條柔軟嘅布，佢係為你治癒傷口嘅布。你將呢塊布輕輕咁樣敷喺你嘅心口，感覺到佢帶嚟嘅溫度。塊布慢慢吸收你心入面嘅刺痛同埋寒意。你每一次嘅吸氣，塊布就更暖一啲。呼氣，將你所有嘅緊張、刺痛都呼晒出嚟。塊布變得越嚟越溫暖。你依家成個心口只係感受到塊布帶嚟嘅溫暖。然後想像慢慢塊布進入你嘅內心，佢會一直喺你嘅內心為你帶嚟溫暖，治癒一切。
最後，我哋將注意力慢慢帶返去呼吸。今日你做得好好，你已經開始修補你嘅內心，哪怕只係修補咗一小部分。記住，你係值得被溫柔對待，同埋你值得有空間去復原。當你準備好，可以慢慢放鬆你嘅身體，喐下對手同埋對腳，慢慢打開雙眼，回到當下。如果你係準備瞓覺，就等背景音樂陪住你一路入睡。晚安，好好休息。